水中嘅嗱，佢仲有一這些瘦的肉你們不可吃，死的你們不可摸，都願你們不自食。所以死嘅動物咧，佢哋唔食嘅喎，係要生湯唔嘅。咁咩呀？嗱，你頭先咪講話咩泥鯭啊，就講呢度就係九節菲力讀啊。水中可吃的，乃是這些：凡在水裏、海裏、河裏有翅有鱗的，都可以吃；凡在海裏、河裏並一切水裏游動的活物，無翅無鱗的，你們都可以為可憎。這些無翅無鱗以為可憎的，你們不可吃。他的肉死的也當以為可憎。凡水裏無翅無鱗的，你們都當以為可憎。好食多謝你嗱，呢度咪講咯，冇翅，你大家知啦，我食唔翅啊嚇，冇翅又冇鱗嘅魚咧，一係垃圾嚟嘅，係海中嘅清道夫。咁你有海中有啲死咗嘅嘢嘛？咁邊個食咧？邊個搞佢咧？就係呢啲冇鱗冇翅嘅魚食翻呢啲咁嘅嘢，所以佢係食死嘅食嘢咧，垃圾嗰啲嘢咧，你食咗佢咧就係對於你身體唔好，因為佢係食死嘅嘢，佢唔係食生嘅嘢。邊度有冇翅嘅魚嘅啫？有泥鯭咪冇翅咯，冇鱗咯。有翅，泥鯭有翅，泥鯭有鱗。冇鱗就即係多啊，大把唐僧呢度係啦，冇錯。嗱，鮑魚聖經唔俾食呢個咩都係㗎，呢個嗰啲鱔啊啲食餡都冇。係啊。鱔冇鱗，一有翅啊？冇翅。有。有翅。嗰背脊有，好矮有。但係總唔知冇。